作者簽 DJAX 故事夢幻島簽版 0.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33集，關於創造神界宇宙皇族考試升維度必要過關需要購買的東西。第一，你們升上任何維度必須繳付升維度費用。第二，你們升上任何維度必吃升維度的神素食物。第三，你們升上任何維度必須飲指定的神素水或茶或飲品。第四，你們升上維度必須購買特定的維度衣服方可以在維度空間生活。第五，你們升上任何維度可以購買維度的神素，如果不購買神素會是平民居民。第六，你們升上任何維度需要購買維度的神素牌和當地本地居民附身牌，方可正常維度生活。沒有當地本地居民附身牌，以上升上任何維度必須準備的東西，否則沒有以上維度的配件，一過審核可能會是維度的勞工，沒享用維度原居民福利，違者會給維度的1X 系統驅趕離開你們不該去的維度。另外，你們想考試成功最好的方法，不會出任何意外的，你們可以在升維度購買考試成功牌，維度考試出機牌就可輕鬆過關。以上所有可以維度4或以上的 X 種出牌，集團官方網站購買，歡迎網站查詢。關於夢幻島設計師牌照，現在可以直接購買。如果資金有限，你們想成為夢幻島設計師，可參與神學等級制考試，可以獲價值和有身份價值的夢幻島設計師牌照。有關夢幻島設計師牌照，可以在創造神界宇宙皇族聯合地域官方網站購買。